使用自己影片的声音，抖音配音，使自己的声音，怎么会操作到宕机耶？这个小米手机的米，小米，从别的旧的手机搬移过来，旧的手机安装了2百了，造成那个很多事物执行。买那个新的记忆体会比较大，但是搬过去以后也是很快就记忆体内部空间就满了，就极度不đủ，也是很难使用的。内部记忆体空间可能都不大了。从早期的第一只手机好像是个位数的 mega， 然后来10几还是20几 mega， 这个第三只的第4的可能是30几还是40几 mega giga 啦，30几还是40几 giga 的内部空间呢？很快就被用完了。用那个抖音也是用的很快，上传影片就会有快取，或者是下载特效也会有占用记忆体空间，要释放空间哦。或者是上传影片没有成功成为草稿，它也会占用空间。曾经有多达1.多 Giga 的，传了好几个影片呢，结果都占用自己手机内部记忆体的空间了。还有什么情形会占用内部记忆体空间？分享呢？分享到脸书现实动态，它也会存在自己的内部记忆体空间，存在好像 DCIM 那个资料夹里面的 camera 是摄影相机的相机。如果上传影片回传回来是，刚刚讲的应该是在Pikachu 是那个资料夹里面的Facebook 分享到脸书的现实动态的话，还存在那个内部记忆体空间有个 Pikachu 图片的资料夹，里面有Facebook 啦、Line 啦、Messenger 啦，这样就找那个Facebook 的，就存在里面。自己上传抖音的回传回来，存在内部记忆体空间里 DCIM， 这个才是在 DCIM 的里面的 camera。所以要注意空间不耗损的话，就去那边检查 DCIM 里面的 camera 检查Pikachu 里面的Facebook 检查，然后就是抖音首页右上角3条横线进去，资料设定那个隐私设定里面，再找到中间有个释放空间，释放那清除掉快取，还有什么因为上传造成的，把它删除，还有就有草稿的要把它再上传，空间才会释放出来。空间还是不够的话，就到 Google Play 商店去下载安装，过程会显示说空间不够，要释放其他的。你看，都老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宕机了，你看抹不动了，宕机，已经很久了。
到不列商店去下载安装过程，再释放空间的操作进去按进去，那个绿色的字那边有连接功能，按进去会算出那个快取资料，点按快取资料，点按2次把它删掉，这样就释放空间了。